那並非是一個被聚光燈刻意烘托的高光時刻，也沒有任何預告或鋪墊，它就這樣發生了，像一顆石子投入深夜的湖面，卻在無數人心中激起了經久不息的漣漪。當那句平靜的感謝那些不珍惜我的人衝鞘戰口中說出時，我能清晰地感覺到空氣的凝固。那是一種奇異的靜，不是尷尬，不是冷場，而是一種被某種巨大能量震撼後的失語。現場的媒體、同行、工作人員似乎都在那一瞬間被按下了暫停鍵，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那個身着素色西裝、神情淡然的年輕人身上。幾秒鐘後，當這句話的含義穿透了現場的每一個角落，一種難以言喻的肅穆感悄然升起。沒有往常的喧嘩，沒有即時的掌聲，只有一雙雙微微睜大的眼睛和若有所思的表情。這短短的一句話，重量卻勝過千言萬語。它不是控訴，不是委屈，更不是以退為進的表演，它更像是一種宣告，一種歷經千帆後對生命本質的溫柔確認。網絡世界在隨後炸開了鍋，無數網友在屏幕前紅了眼眶，他們用格局天花板來形容那一刻的感受。但我知道，這並非關於讚美一個人有多麼高尚，而是關於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對善意、對和解、對成長的共鳴。我們見證的，或許不只是一個人的修養，更是一種在充滿喧囂與對立的時代裡，彌足珍貴的生活智慧。這聲感謝，像一束穿透迷霧的光，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那些我們曾經以為的傷害、詆毀與不公，究竟在我們的生命行囊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當我們試圖去拆解這聲感謝背後的重量時，我們首先不得不回溯到那些公眾視野之外的暗流衝動。過去的幾年，對於肖戰而言，絕非一條鋪滿鮮花的坦途。從那個憑借藝無善一角橫空出世、笑容燦爛得仿佛能融化冬雪的青年，到後來深陷如輪漩渦中心，一舉一動都被置於放大鏡下反覆審視的焦點人物，他所經歷的是一場近乎殘酷的社區實驗。那場始於粉絲行為卻最終演變為對他個人全面圍剿的風波，其烈度和荒誕性在互聯網記憶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商業代言如雪崩般解約，影視資源面臨擱置，公共活動中的身影被迫隱去，取而代之的是漫無邊際的指責、惡意取測和精心編排的負面詞條。那是一段被無數人用鍵盤和屏幕切割成碎片的時光，每一天都有新的罪名被羅織，每一次呼吸似乎都伴隨着無形的阻力。很多人預言他將就此沉寂，成為流量時代又一枚轉瞬即逝的流星。但令人意外的是，在那些沉寂的日子裡，從為數不多的側面信息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被擊垮的、充滿怨罪的脆弱靈魂。他默默地做着公益，悄悄地打磨作品，偶爾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塗鴉和風景，都透露出一種努力擁持立心秩序的強大定力。他沒有選擇在網絡空間與任何人對線，沒有發布任何煽動情緒的長文，更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引導粉絲進行反擊。他像一座被海浪反覆沖刷的礁石，任由潮起潮落，自身卻紋絲不動。這種沉默在當時被一些人解讀為軟弱或傲慢，但如今回看，那其實是一種更為高級的應對策略。他選擇把解釋權交給時間，把評判權交給作品，把內心的風暴留給自己消化。他用行動踐行着一個樸素的真理，在巨大的非理性浪潮面前，任何語言都是蒼白的，唯有行動和存在本身才是最強的回響。而這種不作為的背後，需要多麼強大的心理能量來支撐，是旁觀者難以完全體會的。他不僅要面對事業的斷崖式下跌，更要承受來自四面八方的精神壓力，甚至要安撫身邊擔憂的親友和團聚。那段日子對他而言，與其說是低谷，不如說是一所嚴苛的修道院，在其中他被迫剝離掉所有外在的光環與喧囂，赤裸裸地面對本真的自我，思考作為一名演員、一個公眾人物、一個普通人，究竟該如何自處。這種漫長的自我消化與重塑，最終凝結成了那句舉重若輕的感謝。當我們仔細品味這四個字時，
佢發現他的智慧在於其深刻的認知重構。心理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概念，叫做認知再評估，指的是我們如何重新解釋和理解一個情緒事件，從而改變我們的情緒反應。大多數人在面對傷害和不公時，第一反應是憤怒，是委屈，是復仇，或者至少是劃清界限，老死不相往來。這是我們基因中自帶的自我保護機制，無可厚非。但肖戰的這聲感謝，卻完成了一次幾乎不可能的心理飛躍。他沒有將那些不珍惜他的人們定義為敵人或施暴者，而是將他們視作自己生命歷程中某種特殊的陪練。這種認知的轉變是顛覆性的，它意味着他從根本上拒絕了受害者這個身份認同。一旦一個人認同自己是受害者，他就將自己的幸福和未來的主動權交到了那些傷害他的人手中，他的情緒將被過去的陰影所奴役。而肖戰的選擇是：我接納你們的存在，接納你們對我的傷害，但我要將這份傷害轉化為我成長的養料。因為你們的不珍惜，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誰是真正珍惜我的人。因為你們的質疑，我才有了不斷精進業務、用作品說話的無窮動力。因為你們的圍堵，我才學會了在逼仄的空間裡依然保持微笑和善意。這並非阿喬式的精神勝利法，而是一種建立在高度自我價值感之上的主動選擇。它要求一個人對自己有極其清晰的認知，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從而不會被路邊的碎石和荊棘帶偏方向。他的感謝背後隱藏着一個更強大的潛台詞：我的價值不由你的評判嚟定義，我走的路不會因為你的阻攔而中斷。恰恰相反，你的阻攔讓我更堅定了要走出這條路的決心。這種姿態超越了一般的寬容，因為它甚至不帶有一絲居高臨下的靈敏，有的只是平等視角下的坦然與平和。他仿佛在告訴所有人，包括那些曾經或正在對他惡語相向的人，我們都是這漫長人生旅途中的修行者。你給予我的風雨，恰好是滋潤我根系的水分。這是一種真正的強者師翁，因為只有內心足夠豐盈、目標足夠篤定的人，才能如此從容地把絆腳石點在腳下，去觸碰更高的果實。隨着這股格局之風的蔓延，我們有必要將目光從肖戰個人身上暫時移開，投向更為廣闊的社區心理途徑。為何這樣一句個人化的表達，能夠引發如此跨越年齡、地域和圈層的廣泛共鳴？這絕不僅僅是因為粉絲對偶像的擁護，更在於他觸動了當下無數普通人心中的隱痛與渴望。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地充滿評判與對立的世界裡，社交媒體的勃興讓每個人都擁有了麥克風，卻也讓人際關係的摩擦成本降到了最低。在現實生活裡，我們可能會因為顧及顏面而克制批評，但在網絡的匿名保護下，不珍惜以各種形式泛濫成災。在職場中，你可能遇到磨優質的鋪奧和公路竊取者；在友情裡，你可能經歷過並解和背刺的寒心；在家庭中，你可能承受着不被理解的代際壓力，甚至在陌生的網絡空間，僅僅因為表達了一個不同的觀點，就可能招致鋪天蓋地的網暴和人辱。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都或多或少地扮演過不被珍惜的失意者。那種付出被漠視、真心被踐踏、人格被否定的感覺，是人性中最普遍的痛楚之一。長久以來，面對這種痛楚，主流敘事往往給出兩條路徑：一是以牙還牙、快意恩仇的報復邏輯，這雖然解氣，卻往往將人拖入更深的仇恨漩渦；二是忍氣吞聲、自我壓抑的逃避策略，這雖然擁持了表面的和平，卻會讓內心的創傷潰爛流膿。而肖戰所展現出的第三條路，則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一種積極的、富有建設性的和解範式。他用自身的經歷告訴我們，面對不珍惜，最高級的反擊不是咒罵對方，而是成為更好的自己，好到讓那些曾經的傷害變得無關緊要，甚至成為你傳奇故事中富有揮劇性的注腳。網友們之所以類推，是因為他們在這句話中看到了自己一直渴望卻未能達到的境界。
看到了一個可以參照的，雖然艱難但充滿光亮的出口。這是一種集體性的情緒療癒，人們在為肖戰喝彩的同時，其實也是在為自己心中那個曾經受傷的自己加油鼓勁，是在告訴自己，也苦，我也可以試着去感謝那些讓我成長的挫折。因此，這股共鳴的浪潮，本質上是全社區對一種更健康、更成熟的人際關係處理方式的集體呼喚。沿着這種集體情緒向更深處挖掘，我們會發現，感謝不珍惜背後所蘊含的，其實是一種對關係本質的終極洞察。我們總是習慣於將人際關係理解為一種雙向的、對等的能量交換，你給我溫暖，我回報以善意；你給我傷害，我便報以仇恨。這種理解看似公平，實則將我們的情緒遙控器交到了別人手中，使我們成為他人行為的被動響應者。而肖戰式的感謝，則完全打破了這種二元對立的框架，它將人際關係從你對我如何的橫向比較，轉變為了我因你而如何的縱向成長。這其中的勾別是根本性的。在前一種框架裡，我是你的客體，我的反應由你的行動決定；在後一種框架裡，你是我的客體，你的所有行動都成為我用以雕琢自我的素材。這種主體性的重新確立，是個人獲得真正自由的開始。它意味着我不再期待外界必須對我溫柔以待，而是我擁有了在任何環境下都能生出蓮花的能力。那些不珍惜我們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生命中最嚴厲卻最有效的教練。他們用冷漠教誨我們獨立，用質疑教誨我們反思，用背叛教誨我們辨別，用否定教誨我們堅持。我們當然無需去美化傷害本身，傷害就是傷害，它帶來的痛苦是真實且不容忽視的。但我們完全有權利選擇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份痛苦。如果我們將自己視為一件在不斷打磨中的藝術品，那麼那些不珍惜帶來的粗厲摩擦，恰恰是讓這件藝術品顯現出獨特紋理的必要工序。從這個角度來說，肖戰的感謝並非虛偽的客套，而是一種真實的頓悟。他可能是在無數個獨處的深夜，反覆咀嚼過那些惡意之後，最終發現反覆咀嚼仇恨只會讓自己也變得面目可憎，而只有將這些情緒消化、分解、轉化為某種內在的動力，才能讓自己真正地輕裝上陣。這是一種極其清醒的利己主義，一種為了守護自己內心的平靜和未來的可能性，而主動選擇放下的智慧。古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曾說，困擾人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他們看待事物的方式。肖戰用一句簡單的話語，完美地踐行了這一古老的斯多葛派智慧。他沒有改變過去，但他改變了過去對他的意義。這或許是人類在對抗時間單向流逝的宿命中能做出的最有力的反擊。當然，將這聲感謝僅僅理解為一種個人的心靈雞湯，未免過於尖薄。在更宏觀的層面，它實際上提供了一種在撕裂的社區輿論場中極具參考價值的溝通範式。當下的公共討論空間，戾氣似乎已成為一種常態。不同觀點、不同圈層、不同立場的人群之間，壁壘森嚴，動輒上演話語暴力。人們似乎忘記了，在成為網友之前，我們首先都是人，都擁有着相似的喜怒哀樂和脆弱之處。肖戰在公眾面前展現出的這份克制與善意，無疑是對這種網絡生態的一次溫柔挑戰。他沒有選擇利用自己龐大的粉絲群體作為武器去反擊任何一方，而是用最柔軟的方式表達出了最堅硬的人生態度。這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而有力的信號：真正的強大不是征服了多少敵人，而是你能夠包容多少意見，化解多少敵意。他所倡導的或許並不是讓所有人都去原諒不可原諒之事，而是提醒我們在做出任何回應之前，可以先問問自己的內心：我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爭一時之長短，還是為了讓自己的人生向着更好的方向前進？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前者，那麼憤怒和反擊或許有效；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後者，那麼聚焦於自身的建設，無疑是一條更為長遠和穩固的道路。這種範式的珍貴之處，在於它跳出了你錯我對的幼稚爭辯，直接將對話提升到了我們如何能更好的層面。當一個人能夠感謝那些不珍惜他的人時，他就已經從那個充滿怨恨的戰場中徹底抽離了。他開闢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更高維度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所有過往的敵人都不再是敵人，而都成為了他書寫自己歷史的驗證者或參與者。這種格局不是圓滑的處世之道，而是一種源自內心深處的對生命本身的熱愛與敬畏。它讓我們看到，即便是在最嘈雜、最磨碎的網絡環境中，依然有人能夠保持清醒。依然有人能夠用善意去回應惡意，用感謝去消解怨恨。這為所有在信息洪流中感到疲憊和迷失的人，提供了一份難得的清流和參照。如今，當我們再次回看那個全場鴉雀無聲的瞬間，卻意識到那沉默的分量。那不是無話可說的空洞，而是千言萬語在心頭衝動卻不知從何說起的充盈。那短短的幾秒裡，或許每個人都在心中完成了一次與自我的對話，一次對過往傷害的重新審視。而肖戰，他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眼神清澈，嘴角帶着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仿佛剛剛說出的只是一句再平常不過的問候。但正是這種舉重若輕的淡然，徹底擊穿了所有人心房。他沒有肉慘，沒有煽情，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去控訴任何具體的人或事，他只是誠實地分享了自己內心成長的真實感悟。而這份真實，恰恰是這個時代最稀缺也最動人的力量。他的那句感謝，像一把精巧的鑰匙，開啟了無數人心中那扇緊鎖的門，讓陽光得以照進那些被委屈和不甘長期佔據的角落。我們開始思考，在我們的生命旅程中，是否也有一些不珍惜的人，值得我們說一聲感謝？也許是那個曾經嚴厲批評你的老師，讓你在學術上不敢有絲毫懈怠；也許是那個背棄諾言的前任，讓你懂得了先愛自己才能被愛；也許是那個在職場上打壓你的同事，讓你磨練出了更全面的技能；甚至可以是那些在網上對你進行無端指責的陌生人，讓你學會了如何在喧囂中守護內心的寧靜。當我們嘗試着將感謝說出口時，卻驚訝地發現，真正被釋放和治癒的，不是對方，而是我們自己。我們終於從為怎麼是我的困局中走了出來，走向了這件事對我意味着怎麼的豁然開朗。這是一種從被動承受向主動主導的人生跨越，而肖戰只是那個在合適的時間，用合適的方式，將這份智慧呈現給大眾的傳遞者。他沒有創造出這個真理，他只是用生命去驗證了這個真理，並勇敢地、真誠地將其分享了出來。最後的最後，當這場由一句話引發的輿論熱潮逐漸歸於平靜，我們作為旁觀者、參與者或討論者，都需要進行一次深刻的理性反思。我們看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公眾人物應對危機的範本，他沒有依賴於法律聲明的冰冷，也沒有訴諸於粉絲控評的熱烈，而是回歸到了最樸素、最本真的人格力量。這無疑為我們觀察和理解娛樂圈乃至更廣泛的社區現象，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切口。我們固然欣喜於看到這樣充滿正能量的表達能夠獲得廣泛的認同，但同時也應警惕將這種格局過度神化或簡化。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面對傷害的處理方式也必然不同。肖戰的選擇集合他自己，未必集合所有人。我們不應將他的做法視為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更不應以此去苛求其他身處困境中的人。寬容與理解，首先應當給予我們身邊的每一個普通人。我們在網絡上讚美格局天花板的同時，也應當在現實生活中，對那些正在經歷挫折的朋友，多一些耐心的傾聽，少一些居高臨下的指導。這場討論最大的價值，或許不在於確立了一個偶像，而在於開啟了一場關於如何面對人生惡意的公共對話。
他提醒我們，在按下鍵盤上的發送鍵之前，在做出任何評判之前，或許可以先思考一下，我所說的每一句話，是正在構建一座橋，船是在築起一堵牆。網絡空間需要更多建設性的聲音，而非毀滅性的攻擊。真正的格局，不是僅僅存在於某一句令人驚艷的發言裡，更應存在於我們每日每時的言行舉止中，存在於我們對不同觀點的包容裡，存在於我們對陌生人釋放的善意裡。願我們都能從這聲感謝中吸取到足於自己的力量，不是去複製別人的路，而是借那一瞬間的光亮，看清自己腳下的路。江湖路遠，紛擾不斷，但請記住，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將自己生命中的每一道裂痕，變成陽光照進嚟的地方。總觀此次由一句訪談引發的輿論反響，我們需要回歸冷靜與理性的視覺。超讚的感謝不珍惜體現了個體在逆境中尋求立心自洽的智慧，它作為一種個人態度，具有積極的心理暗示價值，值得我們尊重和思考。然而，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這終究是個體的選擇，不應被泛化為普世的道德準則，更不應成為評判他人應對方式的標尺。輿論場上的每一份感動都應珍視，但感動之餘，我們更需警惕將複雜的人生議題簡單標籤化。網絡環境的健康，依賴的是多元聲音的共存與相互尊重，而非某一單一聲量的絕對主導。在傳播和討論此類話題時，我們倡導保持獨立判斷，不盲從，不極端，既看到其中的正面能量，也承認個體經驗的局限性。和平吃瓜的本質是允許自己被打動，也尊重他人磨感甚至質疑的權利，是讚賞一種格局，但不以此為武器去攻擊另一群人的立場。讓我們將關注點從對個人的仰視轉移到對自身生活的建設上，用對待自己的寬容去理解他人，用期撫他人的善意來約束自己，方能在喧囂的浪潮中守住內心那份恆久的安寧與清醒。